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和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工商服务时间，今日咱的节目伫咧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由一阵包含着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所组织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也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拢会使甲因直接联络方式，就写伫咧说明区，互你做参考。大家好啊，迪。即届共款无刷红纸，若无刷红纸，就代表一件代志，就是咱今日有来宾。咱今日来宾若是真正捌听过传统的节目的，应该都会凡说都有捌听过就是咱算讲头一个回头的人客啦。回头客，嘿，即个咱的蒋总的轻松电台的即个总经理蒋总经理来，咱先甲大家拍个招呼好无？大家好，阿弟好。来，你即届第二届来啊？是，感觉啥款？袂歹啊，看着你心情好啊。咱算讲第二摆，我摆嘛是想讲，听讲你有讲一年要出一届即个《奇幻真台湾》嘛，《奇幻真台湾》这本册。那讲咧嘛，想袂到时间就过遮紧咧。讲咱顶届录音是8月底，所以甲打拄好一年通几工啊？应该是8月。嘿，我拄好去编一下记录，讲到8月底，所以咱拄好一年通一次啊，安尼，咱一年见一届的感觉。没啦，顶届你毋是有去阮电台？我去恁电台若无算啦，我讲咱若是来遮访问来讲啊，你出册的关系嘛，小少吼，出小少本吼。使较济咧，你看要一季一届，一届煞稀咧咧。故事无好写啦。有影故事一寡文本啊，要去做调查，创啥，确实真侪时间。但是共款若惊讲有咱一寡新的听友较毋知影咱收听嘛是一直伫有新的人会使入来所以共款请你先咱来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无？大家好，我是蒋世豪。我目前是家人轻松电台总经理。今仔来遮就是真欢喜啦，是主要是要来介绍阮为旧年就开始做的。一个囡仔的绘本有些 CD 的绘本或者奇幻真台湾奇幻真台湾这个绘本这个绘本是透过咱或者台湾本地的传说用台语甲这个传说讲互咱的囡仔听这个传说拢是伫咧当地比如讲台南某一个所在某一个庙高雄也是对某一个所在因迄个地方的传说甲这个传说互愈较侪人知影用台语讲互咱的囡仔听来了解即个咱本地文化个历史学台语听台语安尼旧年阮出第一本今年就要出第二本，希望逐档拢有当出一本你若出12档到12生想拢有啊。对啊，大安尼话就是真好啦但是就是我拄仔讲的故事真歹写啦希望讲会当收集一寡遮每一个所在每一个所在较无人知的一寡传说真心实透过咱即个民俗的故事互咱的囡仔更较了解咱的即个本地文化。我感觉你后边会使开放大家甲因家己在地故事传互你。我有咧想啊，恁若看内底较有兴趣，甲来甲因访谈甲去当地去遐找资料安尼。顶日昨仔有一个有一个朋友伫面册顶悬就算留言就对啦，讲第3本会当介绍因阴空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习俗啦，叫做阴空分水饼。这故事我有看嘛真心实
吼，其实我感觉大家投稿嘛真好啦。对啊，凡说会使安尼。对啊，因为足侪所在，比如讲你像恁宜兰，足侪故事我哋拢毋知啊。对啦，各地拢有家己的无共款的。是讲你顶届出头一本册嘛，咱都有做过即个开讲有讨论过即个物件。那算讲嘛是迄本算讲是头一遍咱即个台语的囡仔绘本正式面对市场的考验，对吧？算讲是一个募资顶管应该是第一摆吧，因为大部分过去这出版品拢是直接入册市嘛。对，就是咱讲童书囡仔册，囡仔册啦，不管是网络还是实体店吼，在册局、册店。是我做好物件来卖，甲木主其实小可无共款嘛。无啥共，是无啥。感觉你这一年的经验落来，你家己感觉这个木主经验啥款？感觉啥款？我感觉真好呢，因为安那讲真好就是讲，因为这个木主这个平台吼，其实会当互一寡较有理想，还是讲较一寡较实验性的一寡作品，会当有互大家看到的机会啦吼。那我拄则咧去年咧做第一本咧做即本的时阵，其实也无经验，嘛毋知会发生什么代志。只是感觉要推广台语，用推广这两字其实怪怪，因为台语是咱的母语啦，但是因为对即摆囡仔来讲，因无啥人咧无咧讲，较毋捌遮个物件，所以咱变做咱用推广的方式来做。即个平台其实去年我做嘛，学真济啦吼对即个像阮的作品来讲，其实是真有帮助，会当伫个网络互愈侪人看到讲有即个物件，大家透过即个网络顶悬的介绍，应该有兴趣，就会当来订。但是相对的就是讲因为咱无啥物第一本嘛其实过去也无啥物经验，大家也毋知影咱，所以伫个即个网络顶悬，你得爱甲你产品讲足清楚，设计个即个咱咧讲。网络顶悬看到这页面，即个你看到这个物件爱做处理，所以伫个木主顶悬，其实大家要卖因家己的产品，咧拼的第一关，就是这个视觉上的，就是你一看，对，你有介意，你的文字写会有兴趣。大家第一个拼除了产品本身的特色以外，第二个就是拼这个物件，看到看到，因为头一眼就爱对，产品遮济，你要安怎嘿？所以大家咧拼这，比如讲，阮咧做，阮就是因为册也袂印，但是大家伫个网络顶悬当看到阮的册的即个，对，爱互大家有一个已经想会出来大概是什么型的，迄是假，迄是咱讲 3D graphic、computer graphic，电脑画出来啦，暂时画出来互你看。但是迄叫实体一定是差不多意思，大家看这物件，是拢爱色相甲差不多。对，爱互知原来这个物件出来是生做这个型，大家较有信心啦。我是拢有想过啊，大概做成什么型拢有啊，所以要思考这个物件，也是毋是讲，也是要用头壳啦，也是用头壳。感觉起来是这个木主平台，其实算是一款对行销的经验，咱讲宣传啊，行销是真好的一个是帮助，或者是嘛是一款训练。可能伊嘛，大概公司边因的公司可能嘛有一寡。会甲你提出一寡建议，讲安怎做才会受到注意，才来看，对无？除了做这，你搁爱抄网络营销啊，所以其实伊这个物件是，你要伫个木主平台做这个物件是，等于讲是全方位的一寡能力，你拢爱去了解。所以头一届有即款经验看起来因为咱木主嘛有成功我想应该是嘛还佫袂歹，才有法度出第二本。是啦，有加减有趁钱，无趁钱就惨嘛。以阮即本来讲成本是真悬。对啊，大家若有手头有头一本的人，就应该知影其实你拍开内底，毋管是做配音的方面啦，还是规本册即个印刷啦，等等，其实拢是真用心，拢看会出来啦。你到尾开始甲这个册，咱因为木主完成了会甲册送出去嘛，寄出去。你当初是有做登记的人，那寄出去了有一寡咱讲读者是，毋管是大人啦、囡仔啦，有一寡反应无？因为咱有后来你有成立一个即个社团嘛，当然咱嘛有Facebook 会使有反应啦啥，有人互你啥物无共款的反应，互你较有印象的无？我上较有印象的，就是讲有一个留言啦，来留言讲，即本是伊买过上届好看，品质上好的即个台语的囡仔歌啦，是。
听着足甘心啦，因为阮是开遮侪时间去成本咧做即个物件，希望讲即个物件不管伫市场有成功无成功，其实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基础啦。上主要是讲咱即个物件出去会当互咱的囡仔、大人囡仔对咱即个台湾文化，会当有一个搁较咱的用心，因听会着看会着，所以伊认为。即位就认为讲，这是伊买过上较，伊拢常常咧买嘛，有囡仔的家庭应该重视台语、重视台文会搁较注意即个物件。伊就讲即本是伊买过上介好诶，我听着感觉真欢喜啦。我家己看，我是感觉讲，其实伊打伫咧基本之台湾即本反正伊是一个，毋是敢若一册尔嘛吼，以后几落册迄种感觉。变成一个，毋管是品牌还是一个定位，伊伫咧囡仔的即个台语的即个囡仔册内底，会有伊家己的真特殊的定位，是甲别人袂同塔的，有伊家己的特殊性。那你头一本就像你讲的，已经有家庭反映讲，毋管是规个制作啦，毋管是故事的内容，或者是外口的包装啦，选即个画图的人啦，配音的人，其实拢已经真用心啊。你当要出第二本啊，大家拢一定期待讲。第二本你总是爱超过第一本嘛，对无？你即届即第二本伫设计啦，或者是规个制作的过程当中，有啥物甲头一本、第一本有啥无共款的所在无？其实第二本或者是未来第三本、第四本有诶话大概咁我咧笑啊，其实概念拢差不多，上介重要的概念就是听台语，爱当讲台语，是绘本内底有台文、有汉字。有即个罗马尼做伙，是上较重要是故事本身，伊是安那来的，是，就是我拄则开头讲的，是为咱本地故事，比如讲咱第一集有讲到李爷找甘露即个故事，写了等的李爷足够找物件即个代志，是本来是可能敢若咱台南市区，就是城内的人，城内人较知，但是透过即个故事，大家看到就有人会讲，因倒位的伯爷、李爷，嘛是足好找物件。慢慢地当甲即个物件，即个传说，大家拢会看做伙，看做伙。你其实是一个对咱地方的一个凝聚力啦。你讲好，所以我本身的概念是无变的，就是我要因为咱册名叫做奇幻进台湾，是奇幻进的，像那个奇幻就是一寡传奇的故事，这囡仔爱听，大人爱听，就是你做想要看，足惊迄落物件，但是你个做想要看，听几啊歌安尼迄个感觉，真侪人迄个感觉，这就是我当初的概念，以后嘛是照安尼做落。那第二就是讲，若有制作上我对这个画啦。有你特别重视画图这方面，有囡仔看图，看图，这视觉看到的物件是最重要的。听故事，比如讲你刚才讲故事好听，你若可能过3回4回，伊就是伊目睭想要看物件，要看册，还是甚至讲隔壁咧讨手机讨 iPad， 讲我要听故事，但是我也要看动画啦。所以这个视觉上这个物件我有来真重视，所以慢慢第二本以后我会。即个咱安尼讲啊，画图的即个笔触，会搁较再精细一点，会搁较画较水咧，简单讲啦。我即方面我搁较有要求，对。即个搁有一个特点就是讲即本册即个 CD 就是有声的即个部分，除了我咱配音以外，搁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伊的配乐，搁伊的故事的规个。会剪接的线条，配乐本身我是开真侪功夫咧做，大部分比如讲你听到可能配乐的分量少，还是讲可能一条歌有头放到尾也是安那，但是我是以比如讲咱讲广播剧，还是甚至讲较像诶电影的方式，去。伊是真正一个戏剧的感觉，一个戏剧的一个感觉。戏剧的配乐跟电影配乐，安尼是有最重要的一个成分伫咧。去做迄个气氛。你本来就是音乐人。对啊，我本来做音乐。主本的专业，所以你来看这一点更加严格。这是要求啦，因为我感觉家己要做的物件这个音乐部分非常重要。迄就是你想你看电影配乐对你来讲嘛是
真一个真大诶享受啦。对对，所以若讲真正要入去故事诶即个感觉内底吼，我即个部分我是真重视。啊，这嘛是交一般诶即个绘本吼，即个有声诶绘本、CD 绘本较无共诶所在，我会较重视即个物件安尼。其实阮较早伫大学时有上一节课吼，做电影分析。其实真侪人拢是安尼，咱看电影可能会看伊剧情啦，吼，看伊诶演员演了有好无，有演斗有水无，吼，啊有伊诶电脑有遮个动画啦，吼，特殊诶效果做了有好看无。但是其实真正会影响你诶情绪诶，确实真侪物件是咱无注意到音效啦、声音啦。有当时你无注意到，嘿，因为伤过自然，伊诶特色就是必须爱互你感受会到，但是佫袂察觉到伊伫发挥作用嘛。我讲是后来阮伫上用即款电影分析，甲特别揪出来讲，甲知影讲哦，真正你详细去注意，发现讲真侪情绪的带动，其实是靠着这配乐，你毋知影尔，因为你就伤自然啊。你生活中根本袂因为配合你拄着啥物代志，有啥物款音乐出来，就足奇怪。但是伫电影内底，伫戏剧内底，都有即款物件，所以变成讲，你虽然是一本册，毋是有红仔伫叮当，但是透过声音，透过配乐，吼，透过无共款的物件，有人讲话的方式，甲这故事，甲做伙了，变成一个，敢若虽然是。咱讲静态就是讲，伊是袂叮当的，一百话一百安尼话，但是咱事实上你看，可能慢慢你家己头壳内底变成一个画面，嘿，敢若一款会叮当的画面，敢若电影迄落感觉啦吼。所以这时阵配合确实都伊上重要的所在，甲迄个丰富性给他出来。是吼，大概我感觉是安尼是，其实真正你看你第一本的时阵，慢慢就有一款感觉。那当然第二本我，因为你有先互我即个目前做一半一寡资料嘛，我给你看。嘛有即款感觉，就是讲伊迄个高度会变较济，高度毋是讲迄本册较高，毋是这意思，是你伫感受的无共款的，咱讲感官是讲你的感受，你用听的、用看的，头壳伫想，开始会产生无共款的画面，家己会去补充遐个画面，这是伊特殊的所在啦。我感觉。而且即个物件对囡仔来讲嘛是真好，就是讲你若透过即个，比如讲阿弟对我来讲，即个音乐，你家己有一个。算讲潜移默化，即个感受，你家己会有一个画面出来。是，吼，这是一个嘛是培养一个囡仔的想象力啦。伊家己去甲即个故事的画面伫头壳内底去生出来。安尼我感觉安尼嘛是真好的代志。对啊，发挥伊家己的，即个咱讲想象力的，伊的即个幻想的能力啦，家己头壳会使细汉拢安尼嘛，囡仔有当下家己伫遐耍，就是。头毛夹把摕来就变成怪兽嘛，变成一个妖怪啦，变成啥物物件？阮兜囡仔就安尼啊，伊就讲我即摆要演，比如我要演李啊，要啥，伊就家己去创一寡物件来变吼，就是家己去建构即个头壳内底迄个故事的画面出来。其实真侪画面是因家己会使去补充，家己会使去想，无需要讲互足侪像电脑当囡仔真侪。咱讲3C 保姆嘛，吼，就是看 YouTube 来看啥，吼，拢画面拢真侪，但是其实我有当时会感觉真无彩，就是减少囡仔家己发挥伊家己的头壳去想的即个过程啦，所以透过其他的物件来补充，互伊有丰富的即个元素，会使去做出家己头壳内底想的物件，我感觉迄是真好的一个代志。你像这些动画啦，啥迄足贵啊！现实嘛是一个问题，是，但是我认为，至少对我来讲啦，我毋知时代伫行的变化是安那，但是目前为止，我知影电子册是嘛真受欢迎啊，然后大家拢真介意，真侪人伫讲我当有迄款的专门的会机器会使看嘛，你惊一本你都会使毋知偌济册伫内底啊，但是我家己嘛是真介意讲编册迄个感觉，实体啦，摸会到的啦，出来迄册图嘛是满满拢是册，有当摕出来编哦，我嘛会买一寡绘本啊，老人，可能老人的款啦，但是我感觉迄个网调吼编出来迄个感觉嘛是无啥共款啦，我感觉这真重要，比如讲，我咧看册吼，我会做爱听迄个现册的声，只要现过迄纸的声，而且无共纸，其实你的声嘛无共款，你手去摸着，咱讲触感嘛是无共款，所以我讲这嘛是对囡仔一款刺激，你手的刺激，摸着无共材质的物件，你感受其实是无共款的。我是介希望有实体的物件啦，讲实在对我来讲，对啦，有影啦，系啊，所以你搭做即本除了讲甲前一本，咱拄有讲初衷其实是共款的，互咱共款维持咱即个原本这个概念拢共款，概念是共款的，但实际上可能会搁较
幼路一寡，不管是是图像啦吼，图像也是讲你的即个配音啦，等等应该是文字的要求啦，文字的要求种嘛，拢会搁较幼路一煞，搁较注意吼。这是大概都是我伫有啦，伫出台语的相关的即个物件的人，大概拢会拄着像即款的情形，讲咱头一届出了，讲我若啥物物件，即个文字啦啥用甲搁较注意一个，或者是有搁较好的事无，拢会想办法去甲掠甲搁较大底，搁较介意的物件。可能吧，但是我家己本身写故事的时阵是足自然的，我袂去特别要求讲我要用。比如讲一寡较无听到的，还是较特殊的，我袂来用这个讲，因为我感觉这物件小发生的，比如讲妈妈咧甲囡仔讲过安尼，所以是真自然的。嘛是用较轻松的语言，对啊，但是而且囡仔一寡，你像即摆囡仔啦，伊基本的物件都听无，就不要讲啊。所以其实就是用自然的方式就好。但本的要求是。一定爱，就是讲对，比如讲台文还是罗马尼加的这个正确度，所以第二本我就请刘承贤老师，咱台师大副教授、语言学博士，特别来帮阮做这个，最请啊，特别就是有找老教授来帮阮做这个，算讲台文的顾问啦，伊互我真侪意见，有一寡因为伊本身研究这，所以伊一寡咱平常时咧讲的台语，其实话是你袂当讲伊无正确，只是讲伊对即个语言本身来讲，是小可有可能有小可颠倒，因为咱较早人安尼讲落来，尤其是音调的部分，所以伊对即个物件有研究，伊知影原底开始的台文台语即个物件的音调应该是安那样，伊甲你建议，甲你建议啊，当然。对我来讲，我感觉有即个有较正确的物件来讲是较好的，所以我会根据即个老教授一寡物件来做一寡调整，但是即个调整完全无影响到故事，等到互规个台语安尼讲起来会当更较水开。其实咱一般日常生活当中，伫咧讲话，当然一定有真侪是会简省啦，或者是会减一几个字啦，因为咱听有，咱看有知影伊的意思。可是这其实我嘛认为讲，其实无啥物对毋对啦，包含着。我若无记毋着，其实老教授家己本身嘛讲过像即款的话，就是你就算完全袂晓文化，你嘛使生活了好好啊。你共款会使甲人讲话，绝对是无问题。只是你当你找伊来，咱作为一个出版者或者创作者的时阵，希望即个物件我要互大家是上根基爱有在的，互大家看你后壁即个发展了，你要改成啥物款拢袂要紧，但至少咱。基础是正确的，而且这加减有一寡教育意义啦。是教育来上，教育顶管来讲，我感觉都有这个自我要求啦。就是伊就以语言学的部分，可能来加做一寡。互咱一寡建议啦，甲你掠糖啦，互咱一寡建议啦，互咱一寡建议啊，互咱一寡建议去做调整。当然话，比如讲，我有一寡较特殊的，我一寡看法的物件，我都有甲反映讲啊，我是安尼写，伊嘛真同意，真同意。所以讲这是其实是因为这叫民俗有关系，是，所以有当民俗的物件嘛，无啥物对啊，毋对，对，古早传的就是安尼，所以这新名旨意该安那，就是安尼，就是安尼，一个磨合的过程啦，我讲应该嘛是真趣味啊，真袂歹算啦。你调整这文字本身其实嘛是真复杂啦，讲实在，但是复杂，佫真趣味，真趣味啦。但对我来讲，这个压力蛮大的，因为我本身对汉语跟罗马尼这个物件，我毋是足专业啦，毋专业，所以家己为着这定爱去现册，去研究，所以即摆进步真济呢。为旧年到即摆进步足济，逼掉啊，对，晓得对，无多这一定，人爱逼掉啊。若是无看过咱目前包含第一本的这个奇幻金台湾这本囡仔绘本的人来讲啦，你若要甲人推荐比如讲，我伫做一个什么物件大家知影，比如讲伊厝内有囡仔。伊嘛确实有想讲要来买一什么册互囡仔看的时阵，你要安怎甲推荐讲？你会使选一本册，甲市面上的这，咱莫讲得死别人啦，但是无得死着别人，但是咱就是要安怎甲人讲，我的册甲人无共款伫什么所在？是安那你若要买，是安那特地优先，我无可能啥物拢甲买落嘛，在预算有限的情形下，是安那要来买一本册。
我感觉市面上足侪即个大部分绘本，不管伊是有 CD 无 CD 有是毋是有声的哈，不管大家拢有家己的方向，是拢做了真好。比如讲庄家颖老师，伊3本一个好的厝啦，为3本，迄囡仔写足够追，我拢毋知伊去对处理这个写出来，大家拢有大家的特色，是所以讲。你若讲要推荐阮即本的话，我是感觉讲第一就是册足高，哎呦，一本内底一本要到超100页，内底有3个故事，第二就是阮的个较大本，上重要就是我拄仔咧讲，就讲大家比如讲咱拄仔讲庄家颖老师，伊所写的是想要培养咱即个囡仔。用台语来培养因的公民意识这个概念，每一个产品就是有伊无款的方向，是对阮来讲就是民俗，因为我本身的背景就是有民俗底，我若较无了解就是讲，阮第一集咱有讲过嘛，我是阮家己有庙。对我自细汉就是伫即个环境大汉，阮阿公本身就是党基。所以我对民俗这个物件除了有兴趣以外嘛，是算讲我一个真重要的背景。所以对这个物件我会较有用心去了解、去研究、去知影安那。过去比如讲过去20-30档拢对伫神明边拢了解神明甲咱教啥，希望咱安那样。所以对于民俗个过去这历史，这是咱这个产品的特色。历史我本身是历史系，所以我等于甲我背景跟我所学的物件来结合。这两对这个物件结合其实是市面上无这个同款的产品来。虽然讲大家拢是台文台语的绘本也是故事，但是无这款路线的啦，简单讲。所以你也要了解本地过去的历史，个一寡民俗的，你会当来看阮的册。就大家目标同款，但是行的线路无同款。你较介意搭一款风景，你就行搭一条路。对，我就较爱写一寡奇奇怪怪。其实嘛是目前咱嘛是做真侪即个物件，像我家己做，目前啦，到目前为止应该是62集吧。你对这嘛做有兴趣呢？你对这个民俗这个，就像你讲对你来讲是这个民俗的物件，是你家己算讲你成长的一部分啦，一直对着你成长，本来就是你带在来的物件。那对我来讲是，凡是自细汉可能我嘛听过真侪，阮家己在地故事。当然我厝诶无庙啦，我本身甲庙较无直接的关系。但是你有拜拜嘛？会啦，有夜香啦吼。厝诶当然是大人，伊较早有阿祖伫咧时阵吼，阿祖拢是会较认真拜吼，所以会带你去庙。比如讲，过年你初一的时阵，绝对是一定要去拜拜。透早来给你学起来。讲一寡神明的故事啦，这是伊信啥啦，等等吼。所以其实真侪即款的物件，本来对我来讲就是真亲切啦吼，就是生活当中本来就会有。那后来搁较关注着即个议题，颠倒是因为看到日本这物件，像日本的妖怪、日本的神明，伫因的生活，咱知影讲日本其实已经算讲是一个真现代化真进步一个社会，真侪大楼，真侪商业中心但是伊甲遮个过去的文化物件是其实相处了真好。你可能伫大楼边是一间庙而且你嘛会感觉奇怪你有住的就住人的所以我因安尼发展落来，甲因的文化一直提出来讲，一直提出来留啦，咱讲伊提出来留，所以内底变成讲有成为一款养分有咱讲养分啦像即款养分变成讲因后来，毋管你要出小说啦，我要出电影啦，所以大家拢甚至比如阴阳师出即个出小说，是变成文化的一部分。你要甲人无共款的所在，比如讲台湾，你希望讲找着台湾在地的认同，台湾家己的故事是啥物，这些拢是除了台湾当然台湾历史，但是一寡属于台湾在地民俗的物件，嘛是咱的文化的根基。所以对我来讲，这是真趣味的物件，才一直去讲这个故事。比如讲，我若讲到神明的故事，我绝对是袂甲你讲，比如说八仙伫咧中国的当时过去那升仙的这我无关心，我关心是讲伊你食了后。台湾人互动了，产生什么款的故事，产生什么款的信仰，是有什么演变啊？是
什么款趣味的物件，比如景美因讲说景美，咱讲景美真美啦但是在底是安尼讲迄个生甲盐姜子椒姜子山像即款拢是这是在地你去到医院生地就算你找到伊搭一省中国搭一省出世嘛无即个物件或者敢若咱遮有物件所以我当时是咧做时一直会真重视即个物件，就是讲在地的真正在地的故事，像最近捌做即个滴妞妞做黑皮夫人黑皮夫人滴妞妞，像这嘛是拢这是伫咧东港啊毋是东港歹势迄个嘉义东石啦东石迄边即个号做蛤蟆寮迄个所在因的遐信仰台南嘛有一个台南市叫做定海将军庙定海将军滴妞妞伫咧北区的倒位我小可袂记哩但是台湾有2个所在有伫拜滴妞妞当然故事差不多你知影讲各地就像你讲的反正恁遐的字会找物件大家敢若想讲阮遮的字找物件可能其他所在无会发现讲台湾各地各自有无同款的神明还是同款的神明嘛有即款的特性恁变成会甲即个物件全部斗起来变成一个台湾的真特殊的一个现象即个物件我讲是伊不管是上趣味的就是讲伊上有特色的所在但是各地有各地无同款的差别对这是好像比如同款是滴妞妞东石的滴妞妞甲台南的滴妞妞小可无同款所以一人搞一项可能是对无相共安尼所以我是讲这是咱你讲做即个物件上趣味的所在当然这嘛是回应的拄则我问你讲你认为你家己的即本册伫即个市面上甲即个囡仔的绘本其他囡仔的绘本有啥物款的差别当然你就为民俗即个方式来去测试其实嘛小可甲我当你做物件嘛是真捌啦就是我同款有即款的想法所以我今仔开来啊嘛是啦其实你是我头一遍邀请的人咧我的来宾拄开始做台语的故事时是主要是要讲故事为主因为迄个时我拄做的时疫情当严重当压起来嘛你若要甲一般人访谈其实无遐简单到我想讲来转型需要搁你做华语的后来才转型讲我来用台语来讲咱在地的故事我就固定的来主持人我就无需要讲对啦来宾嘛你袂夹袂出门嘛迄是后来开始看我拄开始就是看到你出迄个绘本伫咧迄部作业面顶想讲这物件实在有够趣味还佮我的物件有通相接你知影我讲这无来访问是有够无彩你再想讲无我来寄批寄只批互你看卖安尼吼宜兰腔讲批啦寄批互你听你大部分讲批嘛但是宜兰腔讲批啦讲到咱家己的物件当然都插播一些安尼对就是咱都有讲到你的即个绘本嘛那即届你讲其实有一个上辛苦的所在同款拢是选题材选你即个主题你的故事其实无好讲对无毋是讲咱看到一个故事就摕来用有大概会使替咱讲者讲你即届三个故事是你讲啥物款的物件无即届咱第2本第2集啦第2集就对啦咱同款3个故事3个故事是妈祖新炸弹是第2个故事是喜树仔做牛石第3个故事是无起名的魔神那这3个故事是安怎生出来我嘛袂晓讲自然就生出来自然就生出来就是其实毋是特别去计划毋是讲特别去做啥物调查比如讲喜树仔做牛石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牛石有着一只牛做石这个牛石本身一定是台南市的市定的民俗你要先补充一下无这个做石是啥物物件我想应该有石做石就是一个咱简单讲就是一个祭祀的一个法会只是讲石有分足一种石有无同款的石但是一般的石就是讲有一个法会了会普渡众生咱当若路有当时若有一寡所在有伫做即款的活动时你会看到伊若布条汉字会写建教教就是一个有字旁啤酒的酒那个酒3点水提掉嘛正手边是一个教要安尼讲早教的教十字旁提掉该囥迄个有字旁安尼啦就是珊瑚礁的礁迄个酒头提掉就是焦黑烧焦的焦焦黑的焦对就是焦黑的焦就是有字旁加上一个这个焦黑的焦
或者这代志叫做酒啦，像你怎讲，可能是一个仪式，然后汉字写建教啦，那看到华语是写建教。比如讲酒这个物件，一般啦，一般比如讲那边有这个叫做改建还是新建，了某一个期间生命的交代爱做酒，就是做这比如讲咱讲庆生酒，因为咱民俗来讲啦，就是你只要有起厝，不管是你改建的是新起，都会当着土地粮食，是，所以这物件你爱甲归位，就透过这个仪式，甲这物件做圆满了后，通常咱就后壁会对一个这个普渡，对一个普渡来普渡这众生，比如讲南部咱较有听到，比如讲王尊酒，烧王尊，是，这就是另外一种酒，或者正确来讲也叫王酒啦，别当讲是王尊酒，因为就是拢个做王尊来化嘛，所以大概拢讲王尊酒。其实简单讲就是大概不出两种意思啦。第一就是对环境的尊重嘛，像你刚刚讲，咱可能动土啦，好像你会影响到这个环境，所以对环境有一寡尊重啦，简单讲就是尊重。第二个就是慈悲嘛，普渡布施，这就是慈悲，其实就是两款嘛。就是求平安啊，求平安，或者透过这个仪式来讲，迄个成语或者什么啊，就是或者啥，国泰民安啦，系啦，国泰民安啊！你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卡掉掉。因为上久无去看做酒啊，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啊。祈求平安啦，大概拢是这款概念。不管你用什么名目啦，什么理由，其实拢是同款啦。都真侪人，若要向啉酒，什么理由拢会使啦。心情好，心情无好，天气好，天气无好，同款意思啦。但其实最后的这个用途拢同款，是祈求平安啦。大概做酒，你讲当然讲到这个喜球啊做牛酒嘛，所以这个故事是你讲为着一只牛做酒。对。咱即个无要甲故事讲甲伤清楚，对无？互大家有一寡笑脸。我会使加减讲过啦。喜球啊，比如喜球啊，我想要有这个故事，咱拄则开始想要生出这个故事来。喜球啊，这个所在伫台南区的海边啊，海边啊，这个所在是阮妈妈的后头。我细汉定定去遐。会去遐拜拜，去遐耍海水、耍沙、掠海马啊，安那样。但是我唔知影有做牛酒这个代志。是，这个做牛酒偌久啊？伫当地一定超过100吨以上啊。我是到旧年前2冬有一届，雄看到这个物件。讲我较在问我妈妈，问我妈妈，伊就讲，因知影有这个代志，但是对我无，就是讲因拢。在地咧做这酒，来在地咧在地活动，无特别去对外宣传啊，是即几冬啊，慢慢因为大家台南市政府有咧，各地市政府也有啦，都有咧调查啦，鼓励这民俗活动安那样，较慢慢有外口的人愈来愈侪人知，所以我嘛是因为这机会较知，讲我细汉倒去开拢。伊拢大概当时做固定时间，固定8月，旧历8月也是新历，旧历8月20日。固定旧历8月20日。旧历8月20日。这是有一个故事，想要做这个牛酒。这个故事应该发生伫要个200吨前啊。佮讲了，剧透。可能要保留啊，这我拢无强求，无强迫的。就是简单讲就是啥讲，因为一只牛咧，就是当地较早因捌杀一只牛，海牛，结果迄只海牛是要得到啊，有灵性，已经伫要升仙啊，就对啊。去杀了后，就因庄仔来发生一寡奇奇怪怪的代志。这个传说是前较早100-200吨前，就一直伫个喜球啊庄，就一直传落来。的故事当然无文理的啦吼。但是现在因为这代志做牛酒，等于讲咱要安抚这个牛灵嘛吼。是当地的王爷，那喜球啊大庙或者万丰宫，皇帝的皇啦吼，万丰宫的王爷的指示讲，
因为什么原因，所以庄仔内无安宁，所以原因就是迄只牛，所以恁爱伫个每一档的8月20日，这是民交代日子，迄天爱做古迹。先讲啊，超度啦，安那样啊，祈求即个咱庄仔内平安安尼。较强风的概念。嘿，大概即个故事吼，过程是安尼。当中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伊是安那会来死去，这都大家到时家己去评测啊。对，我甲你讲了了。这是其中一个嘛，另外2个，一个是妈祖神炸弹，妈祖神炸弹拄好前20晚我嘛有做一集，当然，因为我有看过你的故事啊嘛，所以我嘛知影讲，其实重点无共款，共一个故事来源会使发展出真济无共款的，毋管切入的角度啦，或者是想要讲的所在是啥物物件，重点是啥物，其实拢无啥共款。这个故事做心情，我先来会知这个故事。一开始我毋是知影妈祖神炸弹，一开始我是知影太祖爷神炸弹。你先知影是太祖爷？对，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啊，阮阿嬷因，我阿公阿嬷因有咧秘空心嘛，美军来空心。伊帮我讲一个故事，就是阮较早细汉住伫台南的即个叫做下南，迄算讲有较瓦市区啊啦。较市内啊啦，有一间庙号做的当地下南的大庙，号做建安宫，敬主庙，建安宫因的主神就是中坛，中坛元帅就是即个三太子，我甲大补充一下。我细汉我阿嬷就我讲，美军来空袭咧，因咧避空袭的时阵咧，一寡恐怖的故事过程啦，吼。伊就讲吼，一届美军来空袭吧，有人看到建安宫的太祖爷飞去天顶神炸弹。我细汉我听我佫有即个代志，我就做兴趣听。伊就讲，伊飞去天顶然后伊用迄支太祖爷毋只有杀一个枪。一支迄号做啥长枪，一支枪，对啦。伊使去吐粒炸弹，甲迄粒炸弹吐去另外的所在，无落落下南。大家总去庙里看，看到太祖爷的金身迄个枪头前歪去，太祖爷规身躯干。我是先知影即个故事。尾我较知原来即个故事的原型就是妈祖神炸弹。妈祖佫较济，各地妈祖为屏东一直到台中，差不多各地拢有啦，拢有啦，甚至家人也有即个故事。所以即个传说的演变就是安尼讲，一开始妈祖神炸弹，但是慢慢各地的即传说会演变。话所在变成是太祖爷神炸弹，大家迄边也有关帝爷神炸弹，众神拢来神炸弹，对吧？这代表是一个咱过去重要的在地历史啦。比如讲，即几当时代基地是啊，像即几当咱拢去讲到，比如台北大空袭啊、高雄的空袭啊、公山的空袭啊，这个代志就是咱这过去咱土地发生的代志。较早，比如讲我细汉的时阵是毋知影这物件。到即几当咱慢慢即个台湾的文化、台湾的意识、历史，慢慢有即个发展起来，大家有重视，较会知影这。这是咱真正咱当地咱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所经历的、所捌遇过的真正的代志。所以表面上虽然看起来可能是一个即个神话啦、传说啦、神明的故事啦，庙来讲甲足请呀，迄个感觉，但是其实背后是一个时代，做有意思。而且迄个时代记忆其实是可能会对着咱若无去记着这个代志，伊慢慢消失。显是这几当甲开始，大家开始翻头去看过去，咱讲空袭因为较早时代其实咱。毕竟是美军甲当时的中华民国来打，知影？对啊。所以伫历史上还是咱大家课本阮细汉课本绝对袂特别去甲你讲这，所以时代其实会伊会短暂，伊会无去，迄是因为但都是保留伫咧这神话、这神明的故事内底、民俗的故事内底，其实记录真侪过去的历史。你想，阮兜囡仔，我咧也讲这个故事，因较知影，较知影较早是
台湾人是日本人，嘿，战经，比如讲，可能有的人可能会较对这个物件较无了解的，有的人可能说啊，一定是去日本空袭吧，才来去美军空袭，甚至有毋捌这个代志的，这个人会安尼想。但是这是咱台湾大家共同的过去。你若所以你若一个台湾人有这个概念，讲哦，当初日本来空袭。这个物件足奇怪啊，对啊，所以伊就是记录伫咧这个故事内底啦。所以重新甲这个故事找回来，我认为是透过这个故事，你会使翻头去看到家己过去的历史，这是伊真有价值的所在啦。当然，你内底做的这个马祖新造团的故事是以故事为主，当然我这边咧做时，迄个时阵是做较甲大家讲过去的传说是安那。当然，因为尤其是马祖新造团这个代志，伊时代嘛算较晚。离当初70外档嘛，70-80档左右尔，所以真侪历史资料经过这几60年了，慢慢是有公开，当然嘛有真侪历史的一寡记录出来可能传说甲传说无共款的所在伫倒位，甲传说共款的所在伫倒位拢会使去做比对，真侪资料、真侪功课，就算咱莫讲历史的部分，敢若传说部分嘛。千变万化，讲实在，每一个人讲起来嘛，拢无啥共款。所以你家己咧做，当然像你当讲，反正故事是自然慢慢发生，慢慢的因缘到啊，你自然讲啊，这个故事要来讲，想要来讲这个故事，这个感觉。但是后壁的调查，你讲田野调查，或者是去四界去找，慢去问啊，去这间庙、迄间庙去看，这个过程其实你家己有经历这款的过程无？我是有倒去万丰宫，你去找迄间万丰宫。我想要了解因迄个，就是因迄个这个传说伫当地人，因是安那看，所以我就倒去叫我妈妈，倒去因后头啦，去迄处万丰宫去拜访因主位，甚至去拜拜，我足细汉有去拜过，即摆拢去大庙啊啦吼。是，我就有甲访问一寡。了解一寡因当地人对这个物件的看法，这上界我感觉上界趣味是安那，像那这个物件较早毋捌，袂当讲毋捌啦，就讲因在地人较无咧讲这个古迹的代志。是。像我妈妈伊知影有这个代志，但是想怎想怎要做着，啥啦要做着，伊是原因是啥？但是大人拢袂甲讲，拢无啥爱讲，因为迄像我种的人认为。较早因的祖先抬起这只牛是一件无介好的代志，较毋是较正面的啦，无介好的代志，较无较公平，无介好的代志，所以因无啥咧对外口的人讲，也是讲对囡仔吼，是，就较无咧讲这，但是即马无共。你像我即届这3本册吼，这3个故事，其实拢有一个主题，就是拢即届主题是爱，是，就是讲。要安那互咱的囡仔爱咱的环境，爱咱的这个朋友，是爱友情啊，是这个要安那就是安那了解这个爱是大人，还是生命的慈悲、生命的爱，要安那互伊去了解。伫这个迄像我做旧着这个故事内底，其实牵涉到一个上较重要的爱，就是咱对环境的保护。所以，比如讲调查好啊，他只有去调查过，因认为当初因为这是真正有发生的代志，有一只古去很假，这是真正有发生，袂有这个传说，袂有真正有一个神明讲一个日期爱做古迹，是因为研究这只古是什么古，因认为是绿蜥龟，因为根据。这个迄处这边的这个洋流啦，是讲伊记载啦吼，也是安那样，因感觉这只龟应该是绿蜥龟，可能产卵之后要倒去去互掠着，是，绿蜥龟对咱来讲，环境是有真正有关，真正有去调查，真正有去调查，是绿蜥龟即马就是保育动物啊，是，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想要互囡仔知影讲，其实。海洋保育啦，咱安尼讲啊，重要性。是毋是个是？较早人无咧讲，即摆人爱讲，
是是，因为迄是算讲一个地方的一个足重要特色。所以毋好伫即几档变成一个伊申请，但是政府有甲准，是一个台南的市定名宿。我讲每年因若伫做古酒的时阵，你也去摆一档坑你的册呢。因今年8月20，咱今仔录音还未8月15嘛。旧历嘛8月20，还未8月15，还未到的嘛。但是你册还未出啦，所以每年看卖啊，每年的册爱摆伫遐，在现场摆单位讲要了解咧，是安怎做古酒来现场买。所以这是一个较深刻的代志啦。因为较早人可能咱讲较歹听，较见笑，对这物件是安尼。但是即摆人就认为这是一个地方的特色啦。所以对因主位来讲嘛是，伊嘛是。态度嘛是足开放诶，伊就是甲这故事讲了，就讲阮较早阮装来咧遮，毋是因台诶，就是安尼嘛。较早人就是因为较早人较歹过，一个时代，较歹过。迄像我即个所在吼，掠鱼拄掠鱼，伊若无啥物土地当即个物件，其实物产无足济啦。牛肉好食，我是毋捌食过即款牛肉好食啦。拜拜诶牛肉我是捌食过啦，但迄毋是真正牛肉同样。牛肉好食，牛脚个当袂钱。所以其实对较早环境较歹诶人，若有掠牛，其实是而且个袂使食，其实是对因来讲是对生活来讲是有价值诶啦，是真有价值诶啦。是安尼，确实，就是过去发生诶代志当然咱现代人用现代诶眼光重新去看，去内底找出，因为已经发生了你无可能甲伊牛救落来，无法度甲变成啥物葡萄太郎。所以有法度做，其实确实就是互伊一个新诶意义。咱会使伫内底做啥物代志，互咱啥物款诶无共款诶想法。而且你想即个石超过100吨、100几吨，无一吨有断诶哦。这代表啥？代表迄树仔庄遮诶人其实是有忏悔。生命安怎交代，因着照生命安怎做。你若有忏悔诶心，去做即个古石。其实这是一个对迄树仔庄因市民因内底庄仔来讲，其实是一个足重要诶活动代表因对即个因过去即个行为有一个忏悔一个心，因为本身做者本身就是有忏悔诶，即个意涵伫内底啦。所以这是迄阵去访问诶时阵有得到一寡感觉较深刻诶所在啦。咱先歇困一下，依然讲歇困一下啦，歇困一下，南边再过转来。日头渐渐落海，大家拢足骨力，甲鱼网揪起来海边足济鱼伫网内活跳跳。这个时阵，有人话讲：网内有一只海龟，足大只。大家拢走来看，有影袂细只。边有人喊：甲煮来食！吉拉听一个惊一条，要甲食。卖啦，甲放生啦！后来咱个继续转来。咱有讲到即个爱即件代志咱还有一个即个魔神的故事，但是咱较晚再来讲嘛，紧我想要先来讨论一下你刚讲的爱即件代志其实咱讲因为你家己第一部做的即个网站顶管都有写着讲，这是三篇甲爱有关系的故事那其实人只要讲愿意投放即个感情，不管是对象是即个人事物其实我认为即个投放的过程其实就做爱啦，所以爱的范围其实真大。那这三篇内底分别你要讲的，除了咱讲的头一个是迄就要做古酒这个物件是对环境自然的这个爱护嘛，爱护嘛是一款爱。那另外两款，咱刚刚讲一个是这个妈祖新炸弹，妈祖新炸弹，你想要去讲的这个主题爱，你认为是什么？因为这个故事我是用一个囡仔跟一个阿公，是美军来空袭的时阵，囡仔伫外口，要撞倒去救阿公，较误着迄粒炸弹要落落因头壳顶的炸弹叫妈祖神，大概是即个故事。所以其实要讲的就是对是大人啦，生命的主笔佮对是大人的即个好德啦，咱较传统安尼讲啦，即个好德安尼。
其实因为一般伫做妈祖神造团的故事吼，大概啊主要伫重点拢会是伫咧传说本身吼，生命的灵感啦，或者是全台湾各地有偌济所在有即款的故事，咱头前嘛有讨论过。但是确实我伫看想说，你内底有加掺一个是即个亲情的物件伫咧内底吼，用即个人的故事去带生命的故事，我家有即个感觉讲，你有另外去搁掺入一个物件，重点毋是即个传说的细节到底应该爱安那，是即个故事互人的感受是啥物啦。所以我讲这嘛是共款吼，伫无怪嘛无怪讲你啥伫即个木子的网站顶悬特别伫讲爱即件代志吼。其实我拄开始因为你伫册内底袂特别去讲这就是爱，袂安尼写讲这就是爱，所以拄开始的时我是有感受到，但是我无特别去想着即个事。到尾是你甲我甲即个木子的即个网站先互我看过，我讲到确实你规篇虽然讲看起来这3篇是分别无共款的故事，反正伊即个发生的年代嘛无共款，类型嘛无啥共款，但是其实有一个共款的即个概念伫咧内底啦。这是要互大人看，因为囡仔看伊袂去了解到这，但是你若陪囡仔咧看，你会使甲讲，你就是安排一个大人爱做的对，背后这背后的意义是啥？是，毋是干那互囡仔听完故事就准拄煞啦。当然还有即个后壁咱一直无讲的第3篇吼，现在一直无还袂讲到伊，是因为我讲伊最重点的，是重点，因为伊连续出现伫2本册内底，你就知影伊即个气氛特别重，即个叫嚣特别重安尼。即个魔神啦，是就是咱的魔神啊，魔神啊，想要甲大家小可讲一下无？因为即个魔神的故事，我感觉足怪奇的，足怪奇吼。毋是恐怖迄款怪奇，我想讲，你即个结尾足挑工的。而且来安尼讲好啊，魔神啊，即个物件就是咱台湾所讲的一个山内底山精，山精山灵迄个感觉安尼。一般来讲，这我家己的概念啦。一般来讲，比如讲咱若去山林，会去摸着，梦算，迄是无形的，讲梦算的，但是你若去砍去，迄是去有形体的即个模型啊，对，梦算的摸着，迄是算讲无形的，一款感受尔，较讲袂出来是啥物物件，是一个什么奇怪的气啦，还是讲什么会，还是讲迄个看袂着迄个物件，但是能量啦，大家是讲能量啦之类啦，但是模型还是看得到，比如讲咱台湾。20当前上红的红衣小女孩是，就是迄个物件，不要做电影嘛。是，这是山内一个山精。第一集内底我是透过即个咱台湾本地台湾人，算讲会当是真代表台湾的一个妖怪来啦。会当来讲真代表台湾的妖怪，无讲到魔神那袂使啦。透过伊来讲。第一集的故事，第一集和做讲迷彩的模型啊，是那写呢，就是2个囡仔，去当着模型啊，拄着模型啊，模型啊，伊若要过关，就是讲要离开的话，爱要着模型啊，伊出的3个迷彩安尼，当然故事各尾拢是有要着啦，是，但是伫个第一本内底，我来讲，我即摆讲即个故事，想到第二个故事安那来，这嘛是真心实的代志。第一集的故事内底有一句话，就是囡仔问魔神仔讲：“你号做什么名？”因为伊捌看过即个物件啊，原年会交因差不多啊。伊讲：“你号做什么名？”魔神仔讲：“我无名。”我就是因为即句话，开始写第2篇的故事。所以第2篇叫做无起名的魔神仔。所以我毋是无名，我是名伊名无去，伊名无去，像咱伊的名会无去，在故事内底讲，名无去，这物件都好像想到即个日本的迄个电影嘛，千寻内底对，迄种感觉，伊这物件做是毋是园林？是，就是讲日本人有这个传统，就是咱咧讲园林，就是讲你语言本身有力量，对，你若。比如讲，日本人较早是安尼啦，讲较早日本人听讲拢有2个名，是，一个是内底厝里人来叫的，真名袂使后白叫，因为你的名若去互知影，真的控制你啊，有这款的讲法，你语言这个物件，你若讲出来，你就控制能力，所以咱咧看迄
西洋片啊，迄个是不是大法师啊？那是驱魔是不是一直在问迄个用护心的迄个？你叫我都控制一样的。你这只哦，你这只鬼或者什么名？恶魔啦、恶灵啦，还是什么？哎，问出伊的名，你还有法度甲控制。对啊，语言其实伫咧一寡研究内底确实有力量的。人若愈相信，你我讲伊的力量就会愈大啦。吼，所以咱去推广台语嘛是共款嘛，有人讲台语的开口就是无共款嘛，嘛是一款力量。所以你拄仔咧讲千寻迄个故事是安尼，迄只白龙嘛，嘿，是，伊的名去互汤婆婆去甲收起，是，所以伊袂记伊是啥物人。对，都控制起嘿，当甲千寻讲。我会记哩啊！想起迄个名，伊就变回伊个原形。是，所以迄个故事是安尼讲啊。无想到这个故事交名这个物件嘛有关系，就是咱拄则咧讲言灵诶，这个代志，因为这个物件毋是干那日本有，其实台湾过去也有这个传统伫诶，拢有这个传统，尊重文理，理你袂使黑白蛋啊，袂使安那样。所以我故事内底有写一寡交这文理一寡有关的一寡物件，再来安尼。补充一下，过去伫我的大概阿祖迄代，还有一个禁忌，就是下辈的名内底袂使甲顶言的人有共字的咧。所以就知讲因其实拢有禁忌啦，对字啦，对。共字啦，共音啦，其实真正甲是因真重视即款的文字甲发音的一款力量。较早细汉迄册啦，只要有字的物件，袂使后壁囥涂骹。无尊重，无尊重。对啊，这是一款过去的毋管是咱讲风俗，或者是一款信仰，我认为这是一款对，凡是无一定是知识，是对某一款的能量或者力量的尊重。个较早的人的。无读册的人济，所以认为有字爱看无，嘿，就这物件袂使黑白看，这是比如讲老师的啦，是迄啦，这是会使拥有即款物件，人本来嘛较贵重啦，是有这个概念，真济原因啊，所以语言的力量就是安尼来嘛，各种原因。上尾也是伫讲魔神仔本身嘛，魔神仔已经为头一集来到第二集啊，已经搬戏搬到第二集啊。未结束，嘿，而且根据我看到的这资料甲剧情可能毋是干那第二集尔，一个出现，嘿，所以咱已经知影讲，伊可能慢慢变主角啊，重要角色啊，所以你家己对魔神仔这个角色，尤其像你当讲，你认为讲伊是台湾真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啦，真有代表性的一个真。莫讲权威啦，就是伊一个，你也无讲到伊袂使，即个角色伫咧魔神仔，你对伊的后来发展有啥物款的期待无？无一定讲一定变成你故事内底的方式，但是咱总是有一寡想法是，因为我认为讲你做到第二本来啊，对即个角色的即个以大较华语讲立体啦，是迄个感觉设定可能是愈来愈巴杂，然后愈杂愈饱迄个感觉安尼。所以你有啥物款的想法，就是讲反射未来可能伊会安那无，安那发展无？这可能要看机会啦，因为我对这个角色其实是有一个想象的，而且我第3集的架构也一定有啊，伊的名，名嘛准备好啊，对吧？对，伊的名我也准备好啊，但是这个就是讲，目前我的概念是把这3篇当做一个短片，那有机会的话，也许就是比如讲漫画形式，我再把它这个短片扩大，慢慢那个咱讲 IP 化啦，嘿，甲扩大，比如讲魔神仔冒险啦，是安尼，因为这3个故事落来做是毋是？咱讲出番外篇安尼，一篇佫另外出伊做主角啊，伊家己做主角。有机会话，因为我本身感觉这是，就是我讲的，足代表台湾的一个妖怪。所以日本，你看日本迄妖怪的文化，大家做笑啊，对啊，每一个妖怪拢会使做主角出一个故事。比如讲是啊，比如讲日本足侪有名的妖怪啊，比如讲交魔神啊，可能有一点仔类似伫山内底，比如讲天狗，
阿玛山的天狗，是这个物件伊嘛有足侪伊的传奇的故事。伊的即个标准爱炸什么物件，爱什么外形，就是一个三伏的造型嘛，武功足好，那有种种，就是因拢会因遮的妖怪其实拢慢慢会伫个因无共款的戏剧也是漫画内底，不管以主角是以配角方式来出现。那代表台湾的这个魔神仔是毋是未来有机会会当讲有即个机会会当做成一个主角？慢慢变为故事变成一个咱讲角色化的时候，变成一个有外形。咱讲到，比如讲到魔神仔即个角色的时阵，头壳内开始浮现讲伊应该是啥物外形，带有啥物物件，可能身上有啥物家私，像你当讲的天狗嘛，天狗可能伊有虱啦，有啥扎一个啥面具啦，像即款的感觉，慢慢变成讲，咱只是看到伊，你免甲我讲是啥。咱都知影伊是啥啊，大概慢慢有即个感觉，是毋是？所以对所以这三篇就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简单交代伊的一寡，其实敢若设定尔。他初期这个设定尔，佮你做灵演的感觉。一个设定，一个架构，一个讲一个基本的设定尔。什么也是安尼。先好大家知影即个角色出现。第三集伊，我咧考虑要继续写无，但是第三集应该我会甲伊的名公布。会甲公布出来，伊到底是伊号做啥物名安尼？你第三集都要公布，我想讲你要出12本了。12本啊，佮看卖啊，因为即个物件有当时随缘呐，随缘呐。是啦，确实因为有当时故事，尤其你做即款，我讲定定需要一寡灵感啦、机缘啦、资源出现啊。而且故事讲袂了的是啦，故事讲袂，所以第三集我的故事我嘛开始差不多咧想要安怎要经什么故事来讲啊。你有想讲要甲发展一寡其他的产品嘛？像你当讲有红仔册嘛，搭上时间就做一寡，比如说布偶红仔啦。我这若做红仔真古锥咧。我有想过，但是我感觉这佫毋是时机，未到的对啊。时机还未到，时机还未到。因为有人会做像即个，咱讲靴子啦、T 恤啦，拢有靴子就是衬衫类的物件，做靴子啦来做一个顶的遮个无共款咱讲周边的产品。因为简单讲吼，咱即个物件是其实咱即个物件是伫咧台语市场内底，但伫台语市场伫目前，即个社会来讲，伊受到重视，佫无遐尔大遐尔。所以我咧讲，毋是时机，毋是我对家己物件无信心。简单讲啦，就是其实是咱即个受众群，毋是像花机安尼遐大的状况下，市场还未扩散出去。对，咱慢慢来。因为即马做其实我感觉即马做其实也无啥物特别的意思。但是甲即个物件留咧，后摆咱若讲有即个机会来做，当佫做较水开，我认为是安尼。对，因为咱其实顶一届伫讨论你像你拄仔讲的台语市场，咱其实过去前年咱伫讨论这时阵是。嘛有讨论到真济甲台语市场有关系的代志，咱尤其像做即款的出版伊毋是敢若讲你家己欢喜，我要比如讲我要出一集新的物件，反正主要是我有兴趣的题目就会使，我免去一定爱想讲这大家有介意无，会使换钱无，我无需要去想即个问题。但是你今日若要出版，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你有成本的考量伫里。对，所以自旧年到今年安尼第二本嘛，伫准备出版啊。你即个过程当中，你家己观察自旧年出版了后，甲当即个台语的环境，市场内底台语环境，或者是尤其是特别是囡仔啦，咱以囡仔，尤其你当接触上济可能会是囡仔的台语环境有啥物款的变化无？我感觉大环境来讲有小可有进步，但是足慢。但是有小可有进步。你讲进步是指像什么款的情形？我讲一个上介简单的，就是讲这代志我有想过。比如讲咱讲好啦，咱讲陈时中的这个名册好啊。这两天就是咱咧录音的几工前，是都有写一寡伫名册写一寡文章嘛。伊咧讲台语发音的时阵，伊会写台语汉。比如讲，前两天写美角拍倒球的美角，乒乓也写这里，也写这里，就是
不只是伊尔吼，就是真侪，尤其是交政治也是较公众人物遮诶人，伊若要伫个文章内底吼，贴文内底吼，要写交台语有关诶，用台语诶开口咧讲，伊写出来是台语诶字诶音诶时阵，伊会要求去写台文。吼，一直自去旧年开始到今年，即个现象有慢慢愈来愈济。若无就是吼，因甚至有诶也写罗马字。是以华语为主诶人哦。你讲华语，你嘛是讲台语嘛？但是伊咧写，尤其是这公众人物，伊咧写诶时阵，伊会特别去注意一点。佫做者本地诶，即个比如讲设计，不管是一个地啊啦，还是海报啦，还是啥，只要交台湾，交台湾本土历史不一定是历史，只要交靠台湾味，交台湾本土有关，伊是交台湾有结合诶一寡设计内底，你定定就会看到罗马字，是，这现象愈来愈济。佫一个就是你有听过网络有流行过，比如讲华语上下的下，即个写一字有七个读音，台语的读音，你敢有看过即个物件？看他之前敢捌在看过咧，但是无啥物印象。迄句话叫做我才有写吼，迄句话。下晡下班坐车到下营，落车伫树骹行骑比高下。它里面有很多，你华语来写有这个上下的下字嘛，所以讲台语什么博大精深啊，你一个写有7种读音，你会不会？但是较早若写这这其实这个物件足侪当前就有啊。较早咧写这时阵就讲就讲你会晓念袂？会开留言啦，较做算的感觉尔。你会晓念袂？我会晓念啊，但是即马毋是，即马是愈来愈侪人，只要这个物件出现，会开始一堆人纠正了。这个字毋是，毋是迄字啊。对，我拄仔心里想讲，但是有几个字毋是迄个字啊。比如讲对啊，比如讲树骹骹是，比如讲你是以华文。去来理解，你来理解这个物件，但是这一两当愈来愈，只要这个物件出现，下骹就愈来愈侪人讲，这开始有，你写根本就毋是安尼写，毋是安尼写，你正确的台文毋是安尼写，就足侪人纠正。是，所以大环境你慢慢看，其实是有足慢，但是有一寡现象你会看到讲，其实是有愈来愈侪人去重视这个物件啊。基础咧讲，你咧讲囡仔，我讲囡仔做危险的，囡仔电脑较危险。我讲做危险，因为你其实伫咧即个木主的即个网站顶管，你都有特别去写啦，就讲目前6岁至14岁囡仔，大概台语为主的，其实敢若7%尔嘛吼。甚至我伫有可能反正更加低，因为这是2020年嘛，过2年啊，所以反正是更加低啦吼。但是咱当然旧年咱嘛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吼，当然一年都来了，你认为危险是讲比咱去年讨论时阵更加危险，还是讲更加危险呢？你认为更加危险？因为我认为台语这物件对咱这辈来讲其实是因为咱是母语本身所以其实是较无差。但对于囡仔来讲，一定毋是啊，一定毋是母语除了台语家庭迄款的，所以台语对即摆囡仔来讲，其实毋是推广，其实是干那纯保存的作用。我本人我家己对这代志是较悲观的，纯保存的作用。可能未来台语敢若会伫特殊的一寡环境，还是特殊的即个场合开始出现，比如讲做节，咱来讲民俗的物件会出现，除了这生活都无人来讲啊，嘛是有可能的。你讲环世甲这囡仔嘛大汉的时阵，因为因都袂晓讲，袂晓听啊，听环世佫会，但是你会晓听袂晓讲，就是无去啊。但是像呾真侪学校拢有伫做，敢若讲拢爱上即个本土语言，是毋是？对，像阮查某囝都爱上啊，我讲台语会晓念呢。所以伊伫读目前，伊是上台语，伊上台语，爱上台语课诶，读起来伊感觉啥款？有甲你反映无？就是无啥物反应，但是我有甲问，考共款，伊无考试。本土语言本身无考试，其他会考无？其他会考啊，咩数学啊、国语啊，迄爱考嘛。所以对你来讲本来就较轻松，较轻松啊。但是伊本来就会晓听，会晓
少讲啦，吼，但是会晓听啦，吼，但是即个物件就是讲，对因一辈囡仔来讲，就是我得算上这个课，我生活我嘛袂去讲，袂去用的时阵，到因大汉，就是你用袂着，就是你我细汉捌弹过钢琴，我即摆叫你弹，无啥会晓，对，就是安尼慢慢就无去啊。我对即个代志是较悲观啦，较悲观。但既然即几档本土语言已经入去到学校啊，所以学生拢有法度开始学，就算是安尼嘛是认为较悲观，因为若因无重点是因学，但是无咧用啊。你是认为因环境无伫，因无咧用，就甚至比如讲我的工课，以大人来讲，其实你真正捌着台语的，比如讲你今仔去交厂商开会。你若做较，比如讲，你像我的工课，要厂商开会，我为头到尾甲你讲台语，人就讲你这人怪怪。所以其实华语的强势这是不可逆转的。比如讲，像你拄仔讲，虽然学校有咧教，但是你平常时也无咧用。你毕业了后，虽然伊伫各中高中拢有啦，但是应该剩一点点仔底，更敢若剩听有，但是无咧用的时阵就害啊。小可敢若像学英语，可能咱学足久字，可能国小甚至还未读国小就开始什么双语幼稚园，伊看开始学。你无用就害啊！你学到大学毕业，程度上上好的时阵就是大学拄入去的时阵。你无看你若国外等来朋友，你也讲安尼你英文一定做好。我无，我倒来我。即马倒来英文变歹，因为伊无咧用的英文就会变歹，共款意思是安尼。所以对咱来讲来，对可能伊的家长的环境，即囡仔的家长的环境来讲，创造迄个环境出来是变成最重要的。所以像你讲，你开始会观察到讲，比如讲即马大家写毋对物件，大家去甲你纠正讲，你这明明都毋是迄个字，代表讲即样的人其实可能有增加，有即款意识的人，尤其对家己的未来，凡说20外岁10外岁甲30岁、30-40岁之间，我家己观察讲，即几样的人啦，因为凡说是对生活环境的即个忧心嘛，因为毕竟咱有一个对话的即个压迫伫咧吼，所以咱家己对家己自我认同的要求会开始互大家去注意到咱家己的本土语言。当然嘛，是有真侪人是无遮乐观啊，但是讲伊的比例，我认为确实有伫增加。大家开始伫关心咱的生活物件。那当然嘛，真侪。台语的物件慢慢会有人用较实行的方式去，毋管你讲推销啦，去利用，像一寡乐团啦，当真侪乐团得奖的啦，还有像台南前一阵嘛拄做即个台语歌，我若无记毋着，敢有一个台语歌的，我毋知，有一个叫做上拍啥物，就是伊可能内底有真侪活动有台语的乐团会去唱歌啥，当然拢是较少年人足爱迄款的吼。嘛有其他的活动啦、摆摊啦，真侪像市集的迄款的拢有啦。还有像你讲的一寡看板啦、设计啦，开始甲台语的元素放入去慢慢有伫增加。但凡说就像你讲的，若要互囡仔伫咧成长的过程当中会使认为讲，这就是我本来会使使用的语言。迄个环境确实是爱搁较加速一寡，因为因伫大足紧的生活当中，你互伊开始对外直接的时阵，都爱用会着才有法度嘛。所以这大环境的问题，你若用袂着，其实这个物件永远拢是安尼尔。对啦，所以都市甲较无遐都市的所在之间嘛，有一寡无共啊。其实我感觉差无介济，你有差无济啊？一定真正一定无讲，无像你讲我去较倒，比如讲较草地所在，遐囡仔就较晓讲台语。无。我有讲这可能这可能就是所谓咱讲港温站的这个影响啦。譬如讲我家己伫市场走跳，所以对我来讲是最正常的代志。我平常时讲话就是可能我连讨论公司，我嘛是专对，因为你环境是安尼嘛。但是对大环境来讲，足侪所在一定毋是安尼。所以讲我去电台吼，即个破哥访问嘛，破哥就讲伊过去嘛捌念过即个文书，之前对我伫讨论中原文书叫素文，就是咱爱读的迄个物件，要摆正正。伊就讲伊过去有用华语念过，就看我一直讲想讲是安那即个反应，我讲因为我毋知迄有用华语念的，因为华语袂念字啦。
因是用华语念诶，我就感觉足奇怪，想敢无人会用华语念？伊讲因拢是安尼，因慢慢听过有人用台语念，我真正是环境无共诶关系。我家己诶环境是自较早较当就是这个物件本来就是用台语念，所以我家己伫替伊写，替阮比如讲替家己诶单位伫写即个文书，因为每一个单位情形无共款，我做一寡调整，中原普渡要使用诶，我家己伫写，我直接用台语思考，台语写。这真心性诶，因为你若讲，比如讲好啦，你若讲，比如讲中共迄边好，中共迄边，比如讲你若较福建南边即边，因为这拢道教。素文这是道教的物件，是，好，这个物件是全中国拢有嘛，好甚至讲华人圈也拢有的物件，各地方因到底拢是用什么语言来读的？各地方是毋是拢有素文这个物件？我感觉无一定，但是目前伊的文字看起来其实较接近官话。嘿，当然因为咱打讲官话，其实毋是北京腔啦，毋是北京话迄款官话，是当然拿以发音来讲。可能佫较接近咱的发音一丝啊，我毋敢讲足济，因为台语加过去所谓讲，当有的人足强调讲，伊是偌久传承落来，我讲嘛是无共款啦，你若真正去听无共款，但至少咱会较接近官话一丝，所以你若是保留较济官话的一寡元素，或者是特色的语言，你读可能读起来电脑拢较顺啊，或者比如那种。即个广东话，伊嘛保留即款物件，用客语，当然我知影讲客语有法度照你念咯，因为照你讲大部分的字，台语是有法度照读出来，意义当然是文言的意义啦，但是其实咱是会使理解的，对，当然只是讲日常生活使用的白话，我当然毋是讲白话字，罗马拼音迄个白话字，是咱白话伫使用的台语。咱一般是看到华语了自动翻译，改成台语来念，毋是照迄个字念。所以咱定定讲念袂出来，是因为本来伊就是用北京话的方式去写。当然你会讲足奇怪，因为伊毋是官，你若讲完全照官话来写可以哦，你其实台语全读会出来。有的人讲是安那咱即个广东话安那读会出来咱的即个台语无法度读这规篇照字读，毋是因为即个话本身就是用北京话写，所以本来就无共款啦。但是。对我家己感觉讲，像其他所在咱毋知影，因为每一个所在的风俗其实拢像中国来讲，遮侪省吼，实在差足侪啦。包含着讲经过因嘛经过较侪变化吼，真侪物件嘛拢无去啊嘛。因经过家己真侪即个时代的变迁，所以电脑可能台湾保留真侪过去流传落来物件，佮结合咱家己即个时代的物件，夹做伙来使用啦。所以我毋敢讲内底写的是毋是遮文言，或者是遮古早，讲实在，但是就是根据你会去参考逐个物件了，知影讲大概也是安那写伊方向，反正就是要甲新闻禀报就对，写一寡好听话就对，我大概知影。过来就是你本身的功底嘛，就是你的即个文言写文言，台语文的零了，定你看报地时，你可能都较写会出来。歌戏啦，报地戏你可能较因保存较济嘛，你可能就较写会出来，就是差别伫遮尔。只是我真正讲咱就是。我真正无想到讲原来有用华语来念的来读的。你等下先问破哥干嘛？读起来一定足奇怪。伊甲我讲的时，我真正是无啥想。咁无人用华语读，伊电脑是想讲我咱则特别用台语读嘅，知哦？因为拢是台语读啊。嘿，我认知就是安尼，我认知就是讲，这part就是都用台语读啊，哪有华语应该无啊？我想应该是无啦，但是事实上因是安尼读嘅吼，所以可能大家嘛接受，所以像你讲嘅，真正是环境嘅差别啦。这个环境可能因为。我家己认为讲，伫宜兰确实要使用台语的环境，还有一寡吼。虽然当然一定嘛是流失愈来愈紧啦，随着做即个雪隧吼，即个崩坑通了高速公路通了，其实一定是流失愈来愈紧的外地人开始坐嘛。但是整体来讲，我伫宜兰生活时要使用台语是无啥问题吼。就大部分人袂感觉讲你。足奇怪是听无，袂甲听无，可能伊无啥会晓讲，但是伊会知影你伫讲啥。但是咧看年岁啊，你若接受的人拢是30以上，其实问题无大。但是你若15岁以下囡仔，你交伊讲反射就无遐顺。有可能，这个是可能我的环境嘛较少是。对，你要看15岁囡仔，对，你要看接受的人，有可能。所以对囡仔这部分，我是感觉较，会当讲，你要讲有进步无进步，因为这是我家己。我家己环境内底所看的，我毋敢讲有进步无进步啦吼。但是不管如何，就是讲台语这个物件，就是上无咱做的工课，上无爱
咱讲会当外推广，迄是一回事啊。但是上无咱会甲这物件故事，啊，个这个语言本身会当透过无共款的方式甲保存落来。我这是上无爱做的代志是安尼。当有诶人伫讲因较无兴用推广即个事诶时阵，就是会用即个复振啊、复兴啊，或者是甲遮过去诶物件，搁互伊活络起来。当然，这都是每一个人诶想法。对我来讲，其实毋管是打一个事啦，重点是爱用啦，爱有去用，是啊，有去用，有去听。吼，像咱家己做 podcast 来讲，就是一定是听甲讲这两款尔啦。吼，因为文字虽然我定定会伫 Facebook 顶看嘛，是定定用台文去写字啦，或者是伫咧一个说明内底特别用台文去讲吼，但是有限，因毕竟毋是遮系统诶学法吼，学习诶方式啦，吼，所以毋是讲像课本里有到足系统。你若真正台语敢若免讲有法度听诶人，讲实在你要看我安尼写都有法度理解是无遐简单。但是你若是有台语听到至少听袂歹，你有心要学是足紧诶。我家己认为其实文字是足紧诶代志，你只要听久听济，开始愿意讲，你可以开始知影你诶发音是啥物事，去对照顶悬诶字一时啊，你就会晓啊。看久就熟啊啦。对，安尼啊字要捌了济。就是定用俩，就是安尼俩，定拍字嘛。我写过一家，写过了清字，所以我都是惯势啊。对，我嘛是安尼啊，你要加看，你就愈来愈熟啊。自然出现讲这个字我毋知边拍去查一下，安尼写，安尼就会晓。对我来讲就是讲，我即马会当做会到的工课，甲做好就好。咱就是先看干净的对吧？因为咱是一个人两个人尔嘛。这你这个物件，你若真正要有作用，你嘛是要透过政府的教育的推广，教育的这个来处理啊，这毋是咱有法度去期待啊，是讲咱做会到的代志啊。但是像无咱家己做会到的工课，咱甲做好就好啊。好，咱今日嘛时间差不多啊，都对，特别一定要留时间，就是你算太用诶。广告节目，来，咱上重要的这规集上重要的时间就伫遮，就是来互咱的这种种宣传一下。咱即个奇幻之台湾第2集一定伫咧9月23拜是伫咧咱挖贝即个集资平台一定上线。那即届介绍搁一寡方案咱从即个网站内拢看会到啊。伫遮是来提供咱即个咱节目的即个听众一个优惠码就是亚特你会甲即个。你会甲这优惠码拍伫诶，我放说明内底就好。还有即个网站连接啊，咱我嘛拢放内底。现金就是折价50块安尼。直接现折啦。直接你介绍诶时阵就是直接拍迄个新50就对啊啦。其他有一寡较特别诶活动，比如讲阮有计划要办即个。伫咧募资平台顶管办抽奖活动，真新式的一个抽奖的一个礼物，真新式。到时啊公布大概就知。但我袂使讲。到时公布就知可能到某一个金额啦，到某一个金额以后，该收的对吧？类似啦，某一个金额大概来抽一个欢喜的安尼，真新式啊，有新名的保庇啊，是，还有啥？安尼尔咱即届就是咱页面上就看到咱有一寡附赠的，就是我过去比如讲第1集嘛是安尼啦第1集就是送咱西螺店的即个香火所以咱第2集咱送的是高雄即个公山宝公乡的香火。我有看到建本更较适拍咧，袂歹啦非常适拍的袂歹，算平安符嘛对无？对，就是保平安，尤其囡仔上重要就是爱保平安。你想阮两个囡仔嘛是逐工拢拍香火，拢拍咧啊！因同学嘛是拢有人拍。系啊，对啊，其实个咱嘛是有咧，拢有啦吼。我刚想要希望有更较侪力量来保护家己的囡仔，照顾家己的囡仔，即个心意，做家长的心意是无变的啦，毋管偌济年拢是共款的。是，即个香火茶啊，到时阵到即个。爸爸妈妈先念册互囡仔听，也是陪囡仔做伙听因为咱是有声音的嘛。即个甲替甲即个香火底下挂起来，甲保平安安尼。即个香火底下限量500个，所以你要紧，骹手要紧。所以若无就无啊。所以我尽量赶伫即个拄开始募资开始开放，咱就紧诶来发布安尼，毋敢拖伤久。
无啦，你若一去哩煞已经无啊，你莫找我，我无你去拜托伊，莫拜托我留我互你，我留我阁有一寡有味的啦。好，你若真正有意味着，你甲我讲，我甲偷偷来即个抽奖一下。哦，对，除了你拄仔讲的即个抽奖以外，我遮嘛阁有准备一份吼，是我的心意啦。哦，因为咱旧年吼，第一即个访问奖状的时阵有后来有送一本互我吼，即个第一本《奇幻真台湾》吼。因为我毋敢拆，所以除了外口即个寄来即个纸箱的包装了吼，内底即个封膜啦，迄个无我拢完全拢无拆开，想讲我迄时阵就想讲，只要你有出第二本，我就会甲即本摕来，我就会找你来访问即个吼，甲即本摕来做抽奖的即个奖品。所以大家若是到时阮发布吼，咱以 Facebook 为准好啊啦吼，Facebook 迄个较方便抽啦，IG 有阵我感觉麻烦诶。就伫咧发布迄篇吼，我内底写你爱留话吼，留话真简单吼，总共10个字尔。你就写讲奇幻真台湾妈祖陈炸弹吼，奇幻真台湾妈祖神炸弹，顺便互大家了解一下神吼，就是你手旁的迄个神，伊的即个汉字吼是写做承接的承继承的承，你应该知影是安怎写啦，这是应该无讲介困难个对。奇幻真台湾妈祖神炸弹，你若留话时间详细时间我到时嘛是写伫即个发文内底啦吼，大家甲去看。大家到时抽奖吼，即本第一本吼，头一本的即个奇幻真台湾，内底就已经有模型啊，你搁去买第二本，你就知伊到后来搁发生啥物代志，前因后果全部拢有，大家即个斗做伙啦，你若无迄本，或者是你已经有买，但是你有抽到了，可以使送朋友吼，这绝对是送礼袂失礼吼，袂失亏的一个礼物吼，尤其厝内有囡仔，你送这绝对是真好吼，而且各种语言还有声音吼，图嘛非常之水吼，这个算讲是我个人的心意。好，咱今日的即个访问吼，咱今日即个奇幻真台湾访问到到遮为止。毋知影大家对即个故事毋是故事啦，大家讲惯势啊，拢讲故事，其实是足侪故事啊，足侪故事。即个即个访谈有啥物款的想法咧？吼，即节内容听咱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box、Firstory 留话互我。我大家来讲吼，我即个共同主持讲免讲较紧，无要紧。我讲大家应该嘛听起来好背啊啦，吼，所以若是你收听这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 啦、Mixbox 嘛，欢迎你会使留下个粒星或数，互阮一个鼓励。Facebook、Instagram 找出来亚特聊聊天，你嘛使看到更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当然，就是咱拄则讲的即个抽奖啦，吼，等等一寡信息、一寡资讯嘛，拢会写伫顶悬，吼，大家有较侪时间去看。咱今日就到遮咯，好，拜拜，拜。无起名的魔神啊！这个时阵，花仔边传来一阵笑声。菜头，你的名号做菜头。魔神啊，听到有人伫甲笑，真见笑，阁真生气，话讲是啥人伫笑？甲我出来！一尾灵仔囝对溪水内底跳出来，大声讲：“是我！”魔神仔惊一条，两蕊目睭天金金讲：“哇，是灵呢！我头一摆看到灵。”